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国内增加5例确诊病例，有4例是本土，拢甲诺福特饭店的群聚感染相牵连。到目前为止，这件事件已经24人确诊。台北中仑派出所和乌山人总一笔起诉，监视器的画面刷予前所长裁掉，这段画面已经收回来，今仔日对外公布。今年头一波的黄sơn河方面拜三就要来啊，北部甲东部的雨水会较高，中南部的山区嘛有机会落雨。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国内拢总是增加5个确诊病例，有4例是本土的，拢甲诺福特饭店的群聚感染相牵连。其中有3例是饭店女主管，也就是捌去过嘉义游览的迄个个案，伊的翁婿后生查某囝。另外一例是确诊技师的查某囝，这4例等于拢是家庭互相烧话事件。到目前为止，这件事件已经有24个人确诊，已经超过年初步入桃园病院群聚烧话规模。华航机师调病事件，搁增加4名新冠肺炎本土病例。1134例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是诺福特饭店帮扶部女主管1129例的学生，最近无出国，离岛出现肩膀酸痛、家扫症状，经过采检确诊。1135例是本国籍60多岁男性，是1129例的翁婿，因为出现家扫发烧老症状，采检才确诊。1136例是本国籍30多岁女性，是1129例的查某囝，伊因为有症状，经过采检才确诊。1137例是本国籍无满5岁查某囡仔，是华航飞机技师。1102例查某囝最近无出国，也无疑似症状，因为小弟。1133例确诊，经过评估有感染风险，安排采检才确诊。累计这个事件总确诊人数达到24人，已经超过为福部桃园病院群聚的21人规模。确诊的人比较多，那我们上次的时候，整体对社区的影响，我们大概匡列了大概4888人嘛，哈。那现在目前这个还没有到那么大，不过随着时间的演变，会不会再扩大？好，我们就要持续的在监测中。另外，有关华航1279名技术采检专案，新增1名检出血清抗体阳性，是罗西亚籍30多岁男性技术。那主要是往返澳洲来执勤。那最近4月7日返国后进行居家检疫，没有不适的症状。那现在已经到我们的集中检疫所隔离。因为这波疫情累计家庭群聚有6件，也超过报头3件的规模。但市长强调，社区警戒至少要观察到5月中。另外，诺福特饭店的环境采检，这2天拢总采检432件，目前由原来检中。记者综合报道。华航诺福特饭店烧话范围哪拖哪宽，今个传出讲，景文科技大学4月底有学生捌去遐参访，文化大学嘛有学生去实习，校方是赶紧消毒甲监控。另外，今日增加的4个本土个案当中，有2例捌伫咧湘北坐过大众交通工具。咱赶紧来看有倒一寡所在，咱的观众朋友若是有去过，就要特别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甲防疫。若有相关的症状出现，就要赶紧通报。真正确诊的个案1129罗湖德饭店帮扶部的女主管，伊的2位厝内底人即阵也确诊。其中个案1134女主管的后生4月27北到台北市上山区，我中昼时阵坐254的公车到7-11去领钱，随是到光复北路的印度餐厅去食饭。下晡坐672的公车，另外在4月28到29，2天拢坐262的公车上下班。伫饭店女主管的查某囝确诊之前，在4月26到28，拢坐公车坐运通群，欢看湘北。4月26暗时是伫新北市72度 C 所肥健康餐去食饭。1136是4月26号到4月18号，那还在时间还没有弄得很清楚啊。基本上他就是上下班，那去的时候是搭捷运。那相关时间有出入这些或相关的一个通行的相关的人就稍微注意一下。指挥中心强调，因为2个个案在可能有传染日期间出入公共场所，接触到无特定的人伤罪，所以讲公布卡抓。另外，华航罗福德饭店的互相烧话事件也伫咧调查感染源。景文大学证实，顶个月27有5个老师、1名系上的助理，385个学生参访罗福德，虽然无直接接触确诊的人，不过学校已经完成消毒的作业。这参访的人2礼拜袂使来学校上课。
除了一些学生回家之外，那另外只留在宿舍的这16名学生，我们都用分层或1人1间的方式的来做管理。那除了他的3餐，还有他的一些相关消毒的用品，我们都为宿舍全面的提供。另外，文化大学也有一学生在乐福德工作，最后上班日是4月25，学校采取高规格防疫，5月初2进行大规模的消毒作业。指挥中心证实，这学生在饭店清空迄天已经无上班，所以被列做地处隔离的对象。在昨天下午大概6点多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校长即刻就在晚上召开了紧急会议。校内我们拉高我们的防疫的措施，同时也尽可能协助我们的同学。另外一方面，清华大学也伫面册打出公告，讲学校内底最近有几名学生八甲新冠肺炎确诊者接触，由卫生局列做地处隔离，已经安排线上教学。学校强调，这几位学生甲这摆饭店感染的事件无关系。指挥中心表示，清华大学防隔离的人应该是外籍学生，之前在国外就已经接触过感染者。记者综合报道。这场群聚事件已经牵连24个人，而且因为其中有确诊者捌坐过大众交通工具，所以就有医生是烦恼讲，疫情恐惊已经进入社区。屯园环保局甲国军今日早起就去花园的园区内底大消毒，5万个可能会传播病毒的所在拢变好清气。早起，国军的化学兵甲桃园市政府清洁警察大队在花园园区进行喷药消毒，希望经由内外消毒的方式，甲园区内外每一层楼拢消毒好清气，彻底来杜绝病毒的传播。国军弟兄这边出动相关的人力跟喷雾机来做内部各个楼层的一个清消。那外部的公共区域跟地下室这个比较广大的范围，那就由环保局这边出动车机的部分来做这个大范围的环境消毒。因为花航技师为着病毒事件继续扩大，花航技师伫4检疫的乐福德饭店正最头一个防疫旅馆互相烧毁，相关确诊总计已经有24人。因为外籍航空公司的机师他要做电子围篱，他是1到3天，他是走这个专用通道，然后专用车辆。我要特别拜托民航局外籍航空公司的机师不能成为破口。有医师认为，防疫旅馆的为着风险甲病院差不多，工作人员应该接受完整的防疫训练，才法度避免接触的传染。另外，有医师烦恼，这波疫情真可能已经进入社区了。核酸检验也是阴性的，表示这些驾驶呢已经在几个月前就发生感染。那既然感染又没有被发现呢，很可能他会把这个病毒散播到社区去，接触到带有病毒的一个地方呢，你手上的病毒可能会存活好几个小时。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摸到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的时候，就会可能发生没有面对面所产生的间接接触传染。医师呼吁爱提升防疫警觉，嘛要避免这波感染进入病院，或者造成病院互相烧毁事件。而确诊个案捌坐大众交通工具，卡列遍布全台5县市。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密切关心社区感染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中仑派出所真正有穿乌衫的人撞入去起诉，但是发生迄当阵监视器的画面，却是去互前所长考试换太掉。迄段画面即马已经救回来啊！今仔日对外公布，到底这段影片伊是无说离太掉的，也是无调意过？前所长是透过律师强调讲，伊是烦恼警方的形象会自然的受影响，才会安尼去做，伊是无放肆啊。2位、4位，接下来后面都介入的都是1位。4月16透早2点15分，10位穿乌衫的人冲入台北市上山分局中仑派出所，对上山分局体检教官杨中立一直骂，杨中立行向楼梯，想要走去楼顶，结果这个人全来跌去。16分07秒。前副所长颜敏心原本要困啊，看到安尼穿衬拖就冲出来，甲这10个人压制，其他警察也斗阵甲其他人赶离开派出所。上山分局进前互穿乌衫的人走入去。台北市警察局车里甲红山都的关键96秒画面给公布出来。到21号晚上10点，我们公安室主任在网络上看到同仁爆料的讯息，就传给我左手边的这个林志成分局长。林志成分局长接收到之后，马上去调解，同时也把那个资料传给我们。
另外，事发迄天暗时7:07，中路所办公室监视器记录到，前锁定柯世环甲4岁孙子2个人伫监视器主机头前甲伫操作疑碟。柯世环安尼做是挑工，也是无意的，但家长认为无意的可能性较细。由柯世环表明无想要害人，无想要害顶司，引发外界猜测牵涉关系也是施压。柯世环委托律师发出声明讲，是犯了影响警方形象，有时才安尼做。因为视力不周，考量分局教官与他人在所外纠纷逃入分局的画面，如果流出，对教官个人及警察的形象有负面的影响，而导致当日的监视画面档案上格式化。被问到当时为安怎不爱甲穿乌衫的人甲抓起来，但家长解释，艾敏心当下无看到穿乌衫的人摕椅仔讲电脑，主管认定对方毋是嫌嫌犯，只好以当下判定来处理案件。记者综合报道。5月黄酸雨季是为咱台湾全规冬要用的水上重要的雨季。气象局表示，今年头一波的黄酸雨锋面拜三就要来啊，北部甲东部的雨水会较高，中南部的山区嘛有机会落雨。已经进入5月黄酸雨季，也毋过拜六各地天气出日头，大台北早起11点半，气温已经到30度。气象局观测未来7天内，可能有2波移动锋面接近台湾。第一波时间点在落伫5月初5拜三，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地区落雨会较明显。在东半部地区还是不定时有些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在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也开始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这波锋面比较属于移动性的，而且影响的区域还是比较偏北哦。第二波锋面接近的时间是伫5月初8拜六，也毋过爱等时间较接近，才会当掌握落雨状况。目前预测也是属于移动性锋面，落雨时间袂伤长，恐惊对水情导流有限。劳动节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西北部地区为地北方面扩散条件差，受光化作用影响，午后臭氧浓度升悬，下到屏东车站来到对所有族群无健康的红海等级。西北部也有真侪车站倒去柑仔设定。下午的时候臭氧浓度都容易偏高的现象嘛，那就提醒大家在下午的时候留意一下空气的变化。山上还是东风的，扩散条件还是不理想，但是不会太差。环保署表示，拜一环境风场由原是偏东风，西北部地区为地北方面扩散条件也是无好，西北部过道空气品质可能也是来到柑仔色等级，提醒敏感族群爱避免伫户外激烈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连假的上尾天，这出去游览的民众拢爱准备回去上班啊。因为这3天，屏东的小琉球逐天拢有要9万人去佚佗。今日小琉球的大船头游客是百家长乐乐，有民众就烦恼讲，遮尔侪人客做伙是歹防疫。屏东的县府就表示，有随时咧监控，呼吁民众都爱遵守防疫规定。海平拢是人5一劳动节3天连假，屏东小琉球逐天拢有真侪游客来。拜二是连假最后一天，一透早码头出现排队的人，队伍排了几啊公尺，高峰期至少爱伫码头，但半点钟以上才会当找到船。人很多，大概排多久？半个小时。今天班次我们就是不断的加开，那么也预估应该会有3-4千位旅客的载运量。因应连假，泰国航运的船帮一直加开，有5拜日至少有3至4千名旅客的载运量，其他另外一间民营交通船也差不多运量，加上公营船帮来回市的班次加起来，3天连假会当讲逐天拢有5万人前往小琉球，也毋过北部出现华航机师调配事件，敢会烦恼人群组佫会成为防疫的空胖。县府表示密切监控中。桃园相关的一个通报接触的情形，这个部分我们都跟疾管署这边密切的在掌握当中。那也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公布的一个疫情状况，我们会随时做滚动式的修正。屏东县府强调，除了严格要求8大场所拢爱挂喙安，甲保持社交距离，也会随时调查。原来较会甲民众接触的高风险族群，自4月30开始密集注疫苗，目前已经有1143位非自费民众注完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回来关心。印度的疫情是真正拖甲抓袂牢，伫遐咧食头路的台湾人，逐个人拢是心惊胆惊。昨下晡已经有一个49岁台湾人，因为患着新冠肺炎伫咧印度过身。根据外交部的统计，目前也有100外的台湾人伫咧印度，而且有11个人确诊。
印度一天新增加确诊人数超过40万例，搁再破纪录。随着疫情急速恶化，当局也对5月开始开放所有成年人来注射疫苗，已经有大约1330万人来登记。各地都会使看到排队排真长的情形。疫情最严重，各国拢伸出援手，咱国头一批医疗物资，包含150台制氧机甲500支的散数筒，也在车里载去运到印度。根据外交部统计，即阵滞留印度的大商干部大约100多人，有11位旅居印度的民众来确诊，其中车一也出现头一位台籍干部为着病毒了后不幸死亡。那家公司就是他本身就有一些干部，那位员工是因为他比较严重，在医院在治疗，然后他是突然临时恶化的状况。旅居印度的台商侨民已经陆续返回台湾，目前只剩100多人。4月30号有14位国人搭乘日本航空班机，经过日本东京转机，已经在5月1号返回国内。离科技当天，邦加罗尼市当地政府为着防疫，已经要求企业工厂5月7日到7月停工休防疫假。部分台湾的科技厂也配合政策，安排台湾这位干部伫旅馆也是宿舍上班。我们都透过当地的台商会，跟当地的台商和台籍干部都有保持联系。他们陆陆续续有离开印度，那么也有一些这个外国的援助到印度。经济部表示，受到印度疫情的冲击，已经有不少大商选择返来台湾。指挥中心也宣布，5月7日透早0时开始，14天内底有印度旅游史，也是到印度转机的乘客入境台湾了后，一律住伫集中检疫所14天。记者综合报道。印度的确诊人数，逐天拢是40万咧跳起哩。当地政府暂时开放18岁以上的人注疫苗，不过有几多个省根本就无够有放射通注。伫咧这款食力的时期，竟然阁有宗教领袖的名单庆祝活动咧照常举行，就万的信众齐齐做伙，甚至连总理莫迪拢参加相关活动。印度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市的黄金庙，初一是锡克教第9代宗师德国巴哈杜尔的400岁名单举行庆祝活动，现场唔但客家直通通，无社交距离，真侪人连喙暗拢无挂。कोरोना करके संगतां थोड़ियां घट ने काफ़ी घट ने संगत काफ़ी ज़्यादा घट है पर जे ही कोरोना महामारी ना होंदी इत्थे बहुत संगत ने भरपूर पर ये संगत बहुत मना रही है देशां विदेशां अंदर मना रही संगत। 我国北岛的高度传染性，宗教集会甚至政治活动，犹原是全部照常举行，也是印度第2波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总理莫迪迄天一透早，犹原照常出现新德里的锡克教寺庙参加祈祷活动，甲以往唯一无共的，就是伊挂喙暗。印度当局初一起开放18岁以上的成年人注疫苗，搁暂时禁止 AZ 疫苗出口以满足类似。虽然安尼几个省却因为欠疫苗，表示扩大注射的政策歹执行，包括中央省甲疫情重灾区马哈拉斯塔拉省。印度14个人口中，只有无够2%的人注2剂疫苗有完整的免疫力，注完1剂的大约有10%。大港的注射数自4月7日360万剂降到无够250万剂。注疫苗以来，公立病院免费注射，私立病院爱收250卢比，相当3块美金。也毋过，疫苗售价就要交互厂商决定，免费疫苗可能就无啊。有一寡省政府处理疫苗的售价是中央政府的1倍，根本就无法度免费注疫苗。私立病院的费用更加是起定啊！美国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福奇伫初一出刊的印度快报专访中指出，印度应该为同款是人口大国的中国吸取抗疫经验，采取全国性大封锁，去类似武汉的封城病院，其他的关键措施也有长期的疫苗注射计划，随保障散射、呼吸器、防护装备等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警方昨半暝伫咧台中港发现一个中国籍的查甫人，伊讲伊是驶树林船对福建出发，驶10外点钟到台湾，想要生活伫咧自由的世界。针对伊的讲法，警方是正在调查。周末的周。警方伫台中港埔华边问这个可疑的查甫人，伊讲家己姓周，是对中国福建省开树林船来到台湾投奔自由，一路上拢无互人发现。这互现场的民众感觉是真奇怪，想拢无。我嘛感觉这做不可思议，不过就是去饭店甲看过，真正伊的啥米定而已啊。林先是讲，初一透早2点外，正伫台中港西码头工作，发现这个姓周的查甫人坐伫路边画巴肚枵，本来同事摕物件好食，也有衫裤互伊。无偌久，警察巡逻经过，甲这个姓周的查甫人带转去调查。利用深夜在台中港外海传播底盘马上岸，
但是上岸没多久就遭警方人员查获。那实施防疫期间呢，侦办人员也不敢大意，除了立即为嫌犯穿着全套的防护衣之外，并且通报防疫人员到场量测体温，初步发现他的体温正常，而且没有咳嗽、发烧的现象。警方表示，33岁姓周的查甫人讲，伊早就食物、水，还有90公升的油料。4月30日时对福建出发，伫海上开10外点钟，伫30暗时9点外来到台中港。而警方确实在港区内底发现这只抢磷船，也毋过亲像安尼，拢无拄到阻碍，直接偷渡来到台湾，也互未少民众质疑，咱的边境管理是毋是有出什么问题？还是要把边境管理好，包括疫情的部分，包括走私的部分。都要管理好。觉得是边境控管的没有很好，然后就是才可以让他们偷渡来台，然后还没有人发现。对着这个姓周的查甫人的讲法，警方即阵正伫咧查证。这个姓周的查甫人即阵暂时被留伫海巡留置所，伊则规定检疫来隔离。即阵专案伊则违反国家安全法，也有入出国移民法侦办中。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无落大雨，甲糜仔降潮，南投信义乡的糜仔条果是条真多，毋过嘛是因为欠雨水，拢生甲真细粒子。这款大小销路歹，袂少农民规期就无要采收，损失真惨重。希望政府会当发补助，助因渡过难关。甲一定熟的糜仔一粒一粒乱落，南投信义乡的青糜目前正伫采收期，不过糜农煞欢喜袂起来，因为以往正常生长的糜仔，拢会使达到50块银价的大细，但是今年的糜仔煞求水到敢若剩5块遐尼大，大细出现真大的落差，糜农怨叹采收根本就袂好，今年的损失非常大。果粒小，工资又贵，然后大颗的价钱好，没有大颗的可以采。小颗的工资贵，小颗的又数量太多，又没人要，都留着让它自然落果，要不然也没办法采收。糜农表示，今年欠水，所以糜仔结果比往年较侪，不过果子普遍拢较细，袂少人今年拍算放弃采收。但是相关的条件又搁无符合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标准，同款的问题已经唔是第一届发生。希望中央甲地方政府会使赶紧帮助糜农来解决。因为它土地都是在他家实验林的土地，就是林业用地，但是因为果树的部分它没有列在这个救助的范围内，所以这个部分还必须要在法规面要有办法松绑，才比较有可能协助得到。南投县农业处表示，信义乡有真大一部分的糜园是承租林业用地，但是以目前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规定，敢若有伫咧农务用地顶悬的作物，才会使申请补助。不过相关的农损嘛是会进行统计，后续会搁再甲农委会讨论，安怎来争取补助。记者南投综合报道。嘉义有一定关注性别平等的民众，5月初一伫咧嘉义市文创园区举办彩庆生活节，毋但有同志家庭分享请养囡仔的经验，嘛有下性别的人士分享伊家己认捌家己的过程。一款，不管你是喜欢男生、喜欢女生、顺性别、跨性别，这些东西，它其实都可以透过一个量表去判断，或是去找到自己的弱点，找到自己的坐标。下性别的主讲人向大家绍介家己下性别认同的过程甲经验，希望让大家会当来了解。除了有议题的分享，还有真侪个人工作室来摆摊，设计各种彩庆多样的产品。市政府的人应该也要好好来想想，如何推动更多让同志族群以及非同志族群都能够更加的和乐融融的相处在一起的一些活动。我们并不是不存在，我们只是还没有站出来给你看。那如今我们站出来的，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存在，我们要给你看，然后也欢迎大家共襄盛举。这个活动为2018年开始举办到今已经第3届，因为愈来愈多人的重视甲参与，所以今年嘛增加一寡表演甲议题讨论，嘛吸引足侪关心议题的民众参加。其实默默支持的还是蛮多的，只是可能碍于长辈或者是一些压力，所以不是很高调的支持。那我觉得这也是嘉义目前可以再努力的一个空间。普遍感受到大家接受度是在同婚通过之后是越来越高的，很棒啊！就集结很多人的力量，对，然后让大家更认识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然后多元性别，对多元性别啊，然后平等啊，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主办单位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打破传统男女性别二元的分类方式，用多元的角度减少因为对性少数的无了解所产生的偏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1度到30度，中部地区22度到30度，南部地区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22度到28度。外岛地区18度到27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